有客人問我點解我會咁推薦 One Stanley， 因為有啲資產唔係用周期去睇，而係用稀缺性去衡量價值。項目位於赤柱黃麻角道，三面環山抱海，前臨南中國海，整體設計靈感嚟自地中海海岸，有 Santorini 嘅層次感，亦有南法海濱嘅優雅比例。由傳奇建築大師 Robert Stern 領軍設計，外牆採用葡萄牙石灰岩，建築風格低調但份量十足。成個項目只得82伙，低密度規劃，私隱度極高，氣質高貴典雅，更加似一個可以收藏嘅建築群。當中32座臨海獨立洋房、私人升降機、花園、天台，部分更設私人泳池。另外50伙分層大宅，由800多尺至3000多尺，2房至5房配置，配合唔同家庭需要。會所設有室內恆溫泳池、健身室、高爾夫、模擬系統同水療空間。生活層次同圈層定位都非常清晰。地段方面，呢度距離中環大約20分鐘車程，既保留海岸生活嘅寧靜同私密，又唔會脫離城市核心。更重要嘅係教育資源，項目鄰近傳統貴族名校聖士提反書院，附近亦有國際學校 HKIS。對於重視下一代教育嘅家庭嚟講，呢度唔止係一個住所，更加係一種圈層選擇。如果由資產配置角度去睇，One Stanley 屬於核心長線持有型資產，臨海土地不可再生，南區近10年幾乎冇同級供應。當全球高淨值資金尋找既安全又有身份象徵嘅配置，低密度海濱豪宅往往會成為家族資產組合入面嘅壓艙石。有啲物業用嚟買賣，有啲物業用嚟傳承，One Stanley更似一份可以留俾下一代嘅資產。